嗱，今年歐洲杯就喺法國舉行啊！咁我哋一邊睇波嘅時候咧，仲可以 enjoy 一下當地嘅美食添。今次咧，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喺法國非常之有名嘅勃艮第牛肉 （Beef Bourguignon），喺屋企用一個鍋就可以搞掂啦。首先，我哋將西芹切粒，牛肉切片。洋葱都係切片，紅蘿蔔切片，之後將焗爐預熱到200度，將煙肉放入焗爐焗14分鐘。喺鑊度放入1半嘅牛油，燒熱咗個鑊之後，加埋牛肉落去。當牛肉煎到表面金黃色咧，就可以拎出嚟備用啦。然後喺同一個鑊加入剩低嘅牛油、蒜頭、葱同埋月桂葉，爆香之後加埋切好咗嘅洋葱粒、西芹粒、紅蘿蔔片同埋蘑菇，加少少鹽炒到蔬菜變腍。而家就可以將煎過嘅牛肉放入煲入邊，倒入紅酒同埋牛肉嘅高湯，加埋百里香同埋焗好嘅煙肉，再用中火燜40分鐘。好啦，之後我哋加埋番茄膏，繼續燜大概40分鐘。到最後燜完呢，我哋就可以拎啲肉出嚟，將紅蘿蔔同埋蘑菇放靚靚喺碟上面，再配搭埋一啲番西碎同埋百里香做裝飾。咁樣呢一道法式紅酒燉牛肉就完成啦。同朋友咧一邊食呢個 Beef Bourguignon 一邊飲啤酒，睇波咧一定更加有氣氛啫。如果你中意睇我嘅 video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喎。Happy cooking！